想像一下，一個冇辦法用眼睛睇到世界嘅人，點樣可以喺人來人往、錯綜複雜嘅城市入面，好似有雙隱形嘅眼睛咁，自信又準確咁行路呢？佢哋嘅每一步都充滿挑戰，但點解可以咁流暢？究竟背後隱藏着啲咩超乎常人嘅秘密？佢哋並唔係擁有超能力，而係掌握咗一種我哋日常生活中常常忽略嘅感官魔法。佢哋依賴嘅就係一支看似簡單嘅導盲杖，同埋佢敲擊地面發出嘅細微聲響。但呢啲聲響點解可以幫佢哋睇到前面嘅路？關鍵就在於聲波嘅物理特性。當導盲杖輕輕敲擊地面，產生嘅聲波會向四面八方散開。一旦聲波撞到前面嘅障礙物，例如行人路邊石燈柱，甚至係其他行人，就會反射返嚟。盲人嘅大腦會好似雷達咁，分析呢啲回音嘅強弱、方向同時間差，喺佢哋心入面繪製出一幅即時嘅環境地圖，令佢哋可以避開危險，安全前行。